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0篇，箴言3章第1节到12节，雅各书第4章11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毋通自夸。最近教会伫咧做最后的整理，也发现真侪人拢第一摆接触这个插头的窗啊、插头门，不但有机会来了解这个古早时代插这个插榫的构造，也有机会来学习分辨台湾ฮิ诺基，也是讲一般的老红插。也有机会来听读这个去已经锈甲烂去的铁钉啊、玻璃压条，以及来听读这插榫的插头的门甲窗。虽然大多数的兄弟拢是第一摆接触这类的插头的制品，但是就算讲真内行的兄弟，也无有真侪看见骄傲啊。但是拢真愿意分享，重点是做伙来同心合意服侍上帝的教会。就算是真会真内行，也无需要真骄傲，因为迄只不过是人生济代志其中的一项尔，是济的运数中间的一项。可能嘛非常的厉害，有特殊的运数，但是拢无需要来骄傲，因为咱知运数就是对上帝遐所得到的礼物。所罗门王智慧的教导，箴言第3章第1节到12节，安尼讲：对少年人的苦劝，我的囝毋通为激得我的家事，你的心着持守我的命令，安尼你会长岁寿，好过日，享受平安繁荣。毋通互自爱甲真实来离开你，着绑伫你的颔棍，来刻掉伫你的心内。安尼伫上帝甲人的面前，你就会得到稳定甲好名声。着专心倚靠上主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伫你一切所做，着拢着来尊重伊，伊会指点你的路。毋通看家己最有智慧，着敬畏上主。离开歹代，安尼你的身体就会勇健，你的筋骨就会勇壮，着用你的财物甲一切的头水的土产来献互上主，你的职仓就会满满，酒槽就新酒满出来。我的囝，毋通看见上主的，嘛毋通以恶责备，因为上主责备伊所疼的人，亲像老爸责备伊所喜爱的囝。会通接受人的劝勉指正，这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。所以，得爱专心用来信靠主上帝，毋通想着要靠家己的文书甲聪明。就基督徒的信仰来讲，无论做甚物代志，上帝拢会因为咱的忠心来欢喜。着爱会记日来掠条迄个好的约，因为上帝好的约会医治咱，并且帮赞咱来止疼。
基督徒无应该干那靠家己啦吼，应该爱靠主耶稣基督。咱靠家己时常会失败，咱无靠家己，无骄傲，反倒当谦卑来服侍上帝，甲伊的教会。毋通批评别人，毋通论断，毋通骄傲，因为这是基督徒的特质。伫雅各书第4章11节到12节，甲咱讲无应该伫遐来彼此批判。标题伊讲毋通批判兄弟也是姊妹，兄弟姊妹毋通互相讲歹话，互兄弟姊妹的歹话批判兄弟也是姊妹，就是讲律法的歹话，批判律法。你若批判律法，就毋是律法的遵守者，是律法的批判者。律法的制定者甲审判者只有一位，伊的拯救嘛会毁灭。你是啥人，竟然敢批判你的厝边？是啦，咱是啥物人，竟然通批判论断别人呢？基督徒需要的是上帝的保守帮赞，怎会当安尼骄傲批判别人呢？伫雅各书伊搁较进一步来提醒咱，会讲标题讲毋通夸口。恁听我讲，有人讲今仔日还是明仔日，再愿要去某一个城，伫遐住一年，做生意趁钱，恁连明仔载生命会变怎样，都拢毋知。恁敢若会茫无出现一个念咪就失去。恁应该安尼讲：主若愿意，阮就会活，通做这项会，通做迄项。恁现在骄傲自大，即款的骄傲拢是邪恶。所以人知影着做好事，无去做就是犯罪。自夸毋是基督徒应该爱有的本质，因为基督徒应当爱行好，骄傲自夸就毋是行好的特质，甚至是对人有即种攻击性啦吼。这是雅各书互咱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见证重要的第一个提醒。基督徒的本质就是爱互人得到利益，就是嘛要爱互上帝的名来得到荣耀。这拢毋是自夸，还是去批判别人会当展现的特质。但是批判别人，真像是真容易犯着的代志啊！吼，咱经常去看袂惯别人做代志的方式，就开喙就批判、论断，这其实就是骄傲的品格啦！吼。最近伫教会咧整理的中间，牧师嘛会犯这个问题呢。伫安尼代志真济的时阵，就直接指点兄弟姊妹讲安尼毋对，安尼毋好，安尼吼，好那安尼家己亲像足厉害安尼，这真正是感觉真歹势啦吼，应该好好来反省，讲求主赦免，咱就做伙来努力安尼吼。诗篇110篇，上主甲伊所竞选的王，上主对我的主讲：你坐伫我的正边，听候我，互你会对得做你的脚踮。
上主要互你对色安存出权能的怪，你着对着的中间掌权。你出征的日，人民会甘心做兵。你的壮丁会亲像早起时的露水结合，来圣山军队里。上主有立誓，一定袂后悔。讲，照未期洗得的班次，你永远做祭司。主伫你的正平与受气的日，会拍散列王。伊要审判万国，拍败因的首领，互生死遍满全地。王要啉路边的溪水，重新得到气力，百战百胜。恳求主赏赐阮有谦卑的心智，互阮会通谦卑，无真容易就去批评论断别人，愿意甲人同心合意来服侍上帝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